哇，盈利好平啊！零下杞子10蚊3磅，吉餅包100蚊30罐，燕窩盞888一斤，送青邊包2隻，珍珠貝母88蚊1磅，送雪梨乾1磅，特大西藏蟲草王1299一兩，送魚翅1磅，梅香馬油買2條送701膠布1盒，半磅裝5連心200蚊，10盒送花旗參粉10樽，盈利保證平過團購及超市。地址350 Sheppard Avenue East， 即 Sheppard 及 Kennedy Agent Club Mall 嘅摩巴商場出口處 Unit 420，電話647-239-8807。浸沉喺藝術氛圍，令我堅信對藝術嘅追求，足以令世界變得更美好。我係內心強大嘅1號 Jessica。2025多倫多華裔小姐競選12月1號於萬錦市希爾頓酒店及會議中心隆重舉行。2025多倫多華裔小姐競選服務贊助舞台服裝顧問及旗袍設計 Betty Lai， 舞蹈編排 V2J Dance Culture， 髮型設計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妝 Jennifer Paul， 美甲設計 Nail by Calva， 華姐加冕晚裝 Faircare Wedding， 模特兒訓練 Retune Modeling， 排舞場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鮮花提供培雷花藝，音樂指導 ToneLabs Music， 電子琴提供 Steinway Piano， 彩排膳食提供 Tim Hortons by Ivan Chiu， 宣傳片拍攝場地 Claw and Kitty，Octavie Limited，Valley Art Gallery of Markham， 大型展架及佈景印刷 Chilo Graphics Inc， 海報及大會攝影 Chris Markham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厚泰印刷，記者會活動音響及燈光 Shakedown Sound and Lighting， 頒獎晚宴音響及燈光 SL Event。點解崔室長你會無啦啦嚟？崔室長，多得你安排，我好滿意。好多謝你啊，副社長。人哋見到仲以為你喺度跟蹤我添啊！跟蹤係唔了解對方嗰陣先會做嘅啫。知得太多對你冇好處㗎。除咗去婦產科做檢查，仲要調理翻個身體。嚇！崔小姐你唔知道自己有咗殘酷的實習生，星期六晚上9點50分，新時代電視1台。殘酷的實習生係由美源染髮劑 One Push 贊助播出。